各位老友記，你哋最近有冇留意過啊？我聽見好多街坊喺度咁話，而家啲後生靚女靚到千篇一律，點樣都揾唔到嗰種望一眼就記一世嘅感覺。大家試下諗下，我哋將時間推返去80年代，我話你知啊，嗰陣時五行火土當旺，係我哋本地演藝圈氣數最鼎盛嘅黃金歲月。林青霞嗰種英氣，王祖賢嗰種明智，關之琳嗰種華貴，仲有李嘉欣嗰種冷啲，真係每一個都係望一眼就認得出，一世都唔會忘記。但係你聽好啦，就喺呢班絕色女星同台鬥靚、百花齊放嘅年代，成個本地娛樂圈入面，居然流傳住一句極之霸道嘅說話。嗰句說話就係：你點樣紅都紅唔過鍾楚紅，你點樣發都發唔過周潤發，能夠同嗰個年代嘅周潤發齊名。放眼成個本地同埋外地嘅影視圈，真係得佢一個女人。鍾楚紅當時俾啲報紙雜誌叫做本地第一靚女，就係咁樣一個女人喺最璀璨嘅年代力壓群雄。不過各位老友記，你去睇下呢個世間嘅規律，往往都係盛極必衰，氣數去到頂點就一定會生出變局。就喺所有人都以為佢會繼續稱霸影壇嘅時候，佢居然靜英英咁樣息影退出咗，冇開記者會，亦都冇周圍同人講。有老友記問過我，當年佢點解捨得退出呢個滔天嘅名利場？佢只係淡淡定定咁話，我覺得自己冇咁重要。大家慢慢去答真下呢句說話。一個命格咁高嘅女人，呢一世從來都唔爭唔搶，從來都唔兜欠任何人，但係偏偏要喺下半世承受旁人睇唔見嘅沉重命運。天道究竟係點樣計佢呢一生嘅數呢？今日我就用易經命理嘅角度，同大家一齊好好搣開呢層迷霧，睇下鍾楚紅嘅一生究竟說明咗啲乜嘢因果。想睇透一個人嘅命運走向，我哋一定要翻去佢種落第一粒因嘅起點。大家如果熟悉我哋呢個城市，一定知道鬧市入面有一棟三山五岳人馬聚集嘅複雜大廈。我話你知啊，嗰度絕對唔係乜嘢高尚住宅，而係一個品流複雜、三教九流匯聚嘅道場。成棟樓入面住滿咗來自世界各地嘅人，氣場極之雜亂。而鍾楚紅就係喺呢個地方大嘅，佢爸爸做緊時裝同埋裝修嘅細生意，屋企有6口人，日子過得一啲都唔鬆動。佢係屋企嘅大女，由11歲開始就幫住阿爸阿媽打理生意。各位，呢樣嘢喺命理上叫做早年行煞運，必定會好早熟。佢唔係坐喺度做個花瓶，而係真係學識咗點樣鑑別珠寶，睇成色分真假。嗰個年紀嘅佢，骨子入面一早就已經明白咗一個天道鐵律：靚係天生嘅，但係本事就一定要靠自己去揾食命運嘅次輪。喺佢19歲嗰一年，迎來咗第一次大運交替。嗰一年，阿媽幫佢報名參加咗本地最大型嘅選美比賽。嗰個年代嘅選美比賽係幾多女仔改變命運嘅入場券。朱玲玲靠住選美搖身一變做咗豪門少奶奶，趙雅芝由選美舞台行出嚟，做咗成個華人圈最優雅嘅女人。嗰個舞台企上去，人生就完全唔同晒。阿媽望住自己個女，心入面非常之清楚，呢個細路女生得咁靚，唔出去見下世面真係太可惜啦。但係命運嘅玄機就喺呢度。鍾楚紅自細性格內向，根本就唔習慣嗰種名利場嘅大場面。決賽嗰日行台步嘅時候，因為高踭鞋着得唔熟手，佢行錯咗位，最後只係攞到個第4名，入唔到三甲。冇豪門嘅故事，冇一夜改變命運嘅劇本。佢企喺嗰個光芒萬丈嘅舞台上面，
清清楚楚咁知道自己攞唔到嗰張入場券。比賽之後，佢去大電視台試鏡，壓力太大，講嘢一忽忽試鏡，亦都無情咁失敗咗。眼睇住入娛樂圈嘅兩條明路都俾人封到死一死，就喺呢個山窮水盡，望落去好似氣數已盡嘅時刻，奇妙嘅業力流轉出現啦。就喺佢好失落咁行出電視台嗰一刻，一抬頭撞到前面一個男人，嗰個男人唔係其他人，正正就係當時本地演藝圈赫赫有名嘅影帝劉松仁。劉松仁望咗鍾楚紅一眼，認得出呢個就係啱啱落選嘅佳麗，亦都知道佢啱啱試鏡失敗。但係命中注定嘅貴人，往往能夠睇到普通人睇唔到嘅氣場。劉松仁睇得出呢個女仔有獨特嘅氣質，佢冇講太多嘢，只係將佢引呢俾一個準備拍第一部電影嘅後生導演，而嗰個導演就係日後大名鼎鼎嘅杜琪峰。大家試下諗下，命運呢一回事係咪真係深不可測呢？選美又選唔上，試鏡又失敗，鍾楚紅嘅人生本嚟就應該同娛樂圈斷絕關係啦。點知偶然撞到改變佢一生軌跡嘅劉松仁，呢個就係易經入面講嘅物極必復，否極泰嚟。不過佢唔知嘅係，真正嘅天道考驗先至啱啱開始。鍾楚紅踏入電影圈嘅第一日，冇人對佢有太大嘅期望。佢冇科班背景，冇受過正統嘅表演訓練，只係一個俾人引咗入嚟嘅新人。嗰個年代嘅本地片場，每年都唔知有幾多張靚樣俾人帶入嚟。今日紅，聽日就俾人忘記晒。呢個就係娛樂圈最殘忍嘅生卡淘汰。但係鍾楚紅唔同，佢有一樣嘢係其他人學唔嚟嘅。開機拍之前，佢順手將啲頭髮掹亂，整理下個衣領，行到鏡頭前面，導演嗌開始，完全唔需要培養情緒，直接1秒入戲。佢行到嗰度，鏡頭對住佢，嗰個角色就即刻活生生咁走出嚟。喺隔簾目睹呢一切嘅張曼玉，直接睇到眼都突埋。呢種嘢你冇辦法用努力換翻嚟，呢個就係老天爺炸俾佢嘅絕對天賦。1988年，佢一年拍咗13部電影。各位老友記，你冇聽錯，真係一年13部。嗰個年代嘅本地片場拍戲嘅速度快到好似流水線咁樣，冇時間俾你休息，冇時間俾你準備。你就是要喺最短嘅時間入面交出最好嘅狀態。但係最難得嘅係喺咁樣高強度嘅消耗之下，鍾楚紅從來都冇求其應付過任何一個鏡頭。不過你聽好啦，喺呢啲咁耀眼嘅光芒同埋名利背後，紅塵嘅殺氣同埋人性嘅考驗，正喺暗中慢慢逼近佢。鍾楚紅帶着嗰種老天爺賞飯食嘅天賦，一頭撞入咗本地電影最璀璨嘅洪流入面。大家試下諗下，當一個人嘅流年大運同成個時代嘅五行旺氣完全契合嗰陣時，嗰種爆發力真係極之驚人。喺嗰套叫做《流金歲月》嘅電影入面，佢同樣係天賦異顛嘅張曼玉同場鬥戲，結果佢嘅光芒完全蓋過咗對方。演到嗰種複雜又悲傷嘅感情戲嗰陣，佢嘅感染力極之強勁。導演楊凡後來回憶講，嗰一刻佢甚至連艾婷都忘記咗。去到佢27歲嗰一年，佢迎來咗演藝生涯嘅真正高峰。嗰一年喺《秋天嘅童話》入面，鍾楚紅同周潤發再一次合作。各位老友記，呢個亦都係佢由拍戲以嚟同周潤發第6次做情侶。喺命理上面講，呢兩個人企埋一齊，氣場五行相生相合，呢個就係當年票房嘅絕殺組合。只要有呢一對男女主角，電影票房就一定會爆紅。佢同周潤發之間有一種旁人根本學唔嚟嘅張力，唔使講對白，觀眾就已經深信不疑。呢部電影到而家都仲被選為8部唔可以唔睇嘅本地電影之一，係大家公認無法超越嘅華語愛情文藝經典。不過你去睇下呢個世間嘅規律，天道永遠都係忌滿嘅。老天爺將最頂級嘅靚樣
最驚啲嘅天賦、最鼎盛嘅票房都俾晒一個人，就必定會喺佢人生嘅某一個關鍵盤口留低一個巨大嘅缺口。喺嗰個年代嘅本地電影圈，對4個最頂級嘅女人有一個合稱，叫做霞玉芳紅。林青霞攞到外地最高級別嘅影后大獎，梅艮芳將本地同外地嘅4料影后收入囊中，張曼玉更加係攞咗本地5座、外地4座大獎，後來仲做咗亞洲第一位國際大影展嘅影后。唯獨是鍾楚紅喺本地同外地嘅大獎上面，雖然有多次提名入圍，但係永遠都爭過最後一步，就係攞唔到呢啲代表最高榮譽嘅獎項。呢個就係佢命入面跨唔過嘅一座高山，係天道俾佢設低嘅劫數。當時有記者追問佢攞唔到獎係咪覺得好遺憾？大家估下佢點樣答？佢冇埋怨天道唔公平，亦都冇話評判唔識貨，佢只係笑住淡淡定定咁話：冇得獎就係我演得仲未夠好。一個喺嗰個年代紅透半邊天嘅女人，用咁樣一句輕描淡寫嘅說話，將所有人嘅惋惜輕輕接住，然後徹底放低。各位，呢啲叫乜嘢啊？呢啲就叫做順應天命，唔生執念。佢唔夾硬去求嗰份唔屬於自己嘅虛名，亦都避免咗德不配位帶嚟嘅反噬。不過命運嘅考驗往往係一環扣住一環嘅。身處喺滔天嘅名利場，靚樣加上隨和嘅性格，必然會惹嚟數唔清嘅狂風浪蝶。喺感情呢本賬簿上面，佢身邊從來都唔缺機會，亦都少唔免有各種致命嘅誘惑。有錢佬捧住鮮花過嚟，電影老闆捧住劇本過嚟，有人要俾名利佢，有人爭住要俾佢所謂嘅安全感。喺80年代嘅本地娛樂圈，呢種誘惑每日都喺度發生。好多人就係頂唔順呢啲亂花迷人眼嘅桃花煞，喺呢啲誘惑入面慢慢失去咗自己，種低咗日後萬劫不復嘅惡因。但係鍾楚紅冇咁做，佢喺呢個雲綠嘅名利場入面，種低咗佢呢一生第一粒極之深厚、極之乾淨嘅善因。我哋就攞當年嘅一段秘史嚟講下。1983年，鍾楚紅入咗一個新劇組拍電影，喺嗰部戲入面，佢遇到咗當時成個本地電影圈最炙手可熱嘅男人成龍。就喺嗰個片場入面，成龍睇中咗佢，仲對佢展開咗猛烈嘅追求。喺劇組入面唔得佢好開心，對佢噓寒問暖，將佢照顧得可以話係無微不至。旁人睇喺眼入面都理所當然咁，以為呢對係熱戀中嘅神仙眷侶，真係陰公咯。各位，因果業力最可怕嘅地方就係，你往往喺不知不覺之中就已經踩入咗人哋布低嘅業力巨網。當時冇人知道，就喺前一年，即係1982年12月，成龍已經喺外國同外地女星林鳳嬌秘密結咗婚，連個仔房祖名都已經出世啦。呢段婚姻對外界係完全保密嘅，即係話成龍喺片場猛烈追求鍾楚紅嘅同時，佢喺外國其實已經有咗老婆，有咗個仔，有咗一個冇人知嘅屋企。講句唔好聽嘅，紙始終係包唔住火嘅。呢滿天嘅因果孽障，遲早都會透出風聲。後來消息始終都係傳咗出去，鍾楚紅呢個時候先至如夢初醒。佢發現自己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之下，行入咗一段根本唔應該存在嘅複雜關係。大家試下諗下，嗰種衝擊對於一個心氣極高嘅女人嚟講，根本就唔係普通嘅受傷，而係一個女人嘅自尊心俾人狠狠地踩喺地下嘅感覺。如果換做第二個女明星，面對咁強大嘅資源同埋背景，或者會選擇忍氣吞聲，又或者會趁機炒作大鬧一場。但係鍾楚紅係點樣做㗎？佢冇喊冇鬧，冇公開反面，而係立刻斷絕往來，一刀兩斷。佢連之後5福星嘅續集片約都一筆推晒。佢唔想再見到呢個人，唔想俾任何人有機會再講閒話，更加唔想俾自己同呢段充滿氣氛嘅惡業再有任何一點牽連。
當時身邊有人話佢傻，覺得嗰啲始終係成龍嘅戲，嗰啲可是成個本地票房最有保障嘅系列電影啊！但係鐘楚紅從來都唔係嗰種會為咗利益委屈自己嘅人，佢寧願失去工作機會，都要令自己乾乾淨淨、清清白白。各位老友記，呢個唔單止係骨子入面嘅自重，更加係佢喺無形之中為自己擋低咗一場足以毀掉半世嘅因果劫難。你去睇下呢個世間嘅規律，命運對一個人嘅考驗，往往唔會得一次咁少。嗰個年代嘅歌王林子祥，亦都苦苦追求咗佢足足2年，同樣地，因為對方已經有咗屋企，鐘楚紅選擇咗明確拒絕，一句多餘嘅說話都冇。仲有錢佬直接開出7位數嘅天價，只係求能夠同佢食一餐晚飯。大家試下諗下，嗰個係80年代嘅7位數啊！不過佢點講？佢話要我為咗錢去同人交朋友，我先至唔做呢啲事，志趣唔相投，再有錢都冇用。各位，呢句話講得幾咁乾脆，幾咁清醒，唔貪圖唔屬於自己嘅橫財，唔招惹沾染住惡業嘅因果，呢個就係佢種低嘅第2粒極重嘅善因，嗰個就係骨子入面嘅自重。面對朋友，佢同樣種低咗深厚嘅義氣之恩。當年導演楊帆拍《意亂情迷》，為咗幫電影公司宣傳，想將鐘楚紅極之珍貴嘅性感泳衣箱攞去俾雜誌做封面，身邊啲人都喺度勸佢，千祈唔好為咗人哋犧牲自己嘅形象。但係佢話楊帆係用自己嘅辛苦錢拍戲，而家遇到困難需要幫手，佢完全唔計較嗰啲相，直接就俾出去發佈啦。後來楊帆想拍《玫瑰的故事》，原本定好嘅女主角係張曼玉，但係導演中途想換做鐘楚紅。鐘楚紅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婉轉咁拒絕咗。佢明確表示張曼玉係佢嘅好朋友，呢個角色係為張曼玉度身訂做嘅，佢絕對唔會去搶。各位老友記，你諗下呢種正義感，喺嗰個踩住人哋上位，為咗名利爭到頭破血流嘅娛樂圈入面，有幾多個人可以真正做得到？佢唔去搶奪人哋嘅氣運，就係喺度為自己積聚最厚實嘅福報。不過講起張曼玉，我哋一定要提到一件非常震撼嘅往事，呢個亦都係命運弄人、因果交屬嘅一環。本來2個人係無話不談嘅好姊妹，感情好到幾乎日日都要見面，簽咗同一個經理人一齊拍戲，出雙入對。但係去到1987年，命理盤上面嘅流年星象發生咗劇變。張曼玉喺一次訪問入面，無意中向外界透露咗鐘楚紅同朱家鼎同居嘅消息。鐘楚紅知道之後非常之嬲，佢極之重視自己嘅私隱，對嗰段感情佢一直守口如瓶，偏偏就俾最信任嘅朋友輕描淡寫咁講咗出去，佢冇忍氣吞聲，跟住喺另一個訪問入面講出咗張曼玉同導演以東京嘅秘密戀情，消息直接登咗上頭版。張曼玉火冒三丈，公開宣布同鐘楚紅斷絕來往，2個人就係咁樣徹底反咗面。呢件事表面上睇係好姊妹反面，但係大家試下諗下，天道喺呢個時候安排呢段插曲，究竟係為咗啲乜嘢？其實呢段故事入面有一個極之隱秘嘅細節，好多人根本就冇留意到。張曼玉無意中講出去嘅嗰個名叫做朱家鼎，就係嗰個人喺嗰一年踩住命中注定嘅緣分走入咗鐘楚紅嘅生命。朱家鼎唔係乜嘢豪門顯貴，佢只係一個廣告界嘅風雲人物，但係佢帶嚟咗一句說話，一句令所有人都記住嘅說話，嗰句就係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而當時嘅鐘楚紅仲未知道呢一句好似預言一樣嘅說話，後來竟然會成為佢呢一生最真實嘅命運寫照。
嗰句好似命運預言一樣嘅，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其實你去睇下呢個世間嘅規律，大運嘅交替往往就隱藏喺人生嘅最頂峰。嗰一年，鐘楚紅31歲，大家試下諗下31歲嘅佢係乜嘢狀態？嗰個係成個本地電影圈最紅嘅女人，片約排到睇唔到盡頭，每一個導演都想同佢合作，每一個製片都想將佢個名擺喺海報最顯眼嘅位置。不過命理上面嘅夫妻宮喺呢個時候動咗，就喺嗰一年，佢做咗一個令所有人跌爛眼鏡嘅決定。12月10日喺外國一個好遠嘅天主教教堂入面，一場200幾萬嘅婚禮靜靜雞咁辦咗。佢冇邀請任何本地傳媒，亦都冇公開宣佈。等消息傳翻嚟呢度，成個娛樂圈都震驚晒。唔係因為佢結婚，而係因為佢選擇咗邊個？朱家鼎，本地廣告圈嘅才子，雖然有自己嘅公司同事業，但係論財富、論地位，喺嗰班排緊隊追求過鐘紅嘅人入面，好多人都覺得佢根本配唔起佢。但係各位老友記，一個真正清醒嘅女人係點樣睇待因果緣分嘅呢？佢自己點樣講？佢話拍戲雖然好玩，但我從來未做過人哋太太，不如試下睇下點。就係呢一句說話，輕描淡寫，好似講緊一件最普通不過嘅事。但係大家留心聽下，佢講嘅係不如試下睇下點，唔係因為愛到死去活來，亦都唔係因為非君不嫁，而係因為佢心入面清清楚楚咁知道呢個男人氣場相合，值得佢將呢一生最好嘅時光交俾佢。結咗婚之後，佢幾乎徹底淡出咗銀幕。曾經十指不沾陽春水嘅佢，開始供起圍裙學煮飯。朱家鼎中意食乜嘢，佢就學煮乜嘢。嗰段日子，兩個人一齊出席活動，一個風度翩翩，一個優雅動人，旁人望住都咁啲。呢啲先至係真正嘅神仙眷侶。但係天道真係仁慈嘅咩？易經入面講，日中則之，月盈則食。美好嘅事物去到極點，命運嘅巨輪就要開始能壓啦。鐘楚紅唔知呢種歲月靜好嘅日子，佢嘅命盤入面仲剩翻幾多？去到2006年，大運突然交替，天道開始無情咁收數啦。朱家鼎開始消瘦，嗰種絕對唔係普通嘅消瘦，係嗰種令你望一眼，心入面就一直往下沉嘅消瘦，面珠墩凹晒入去，眼眶深咗啲衫開始空刀刀咁掛喺身上。鐘楚紅陪佢去睇醫生，傳媒影到佢哋行出診所嘅相，嗰陣時嘅朱家鼎已經瘦到令人認唔出嚟。鐘楚紅行喺佢隔簾面上戴住太陽眼鏡，表情好平靜。有記者衝埋去問佢：你老公係咪病咗？鐘楚紅話冇，只係喺度減肥。各位，佢喺呢個時候講大話啦。但係大家試下諗下，嗰個大話入面藏住一種旁人睇咗會心碎嘅嘢，嗰個就係佢唔想令自己嘅丈夫難堪，唔想俾外面嘅世界喺佢最脆弱嘅時候，將冰冷嘅鏡頭對住佢。呢個唔單止係護膚，呢個係喺度拼盡全力護住佢哋呢個家最後嘅微弱氣數。不過確診嘅消息始終都係傳咗出嚟，嗰個病係大腸癌。呢個就好似五行失衡，殺氣入體。佢帶住丈夫輪轉本地、外地同埋外國，周圍去尋訪名醫，試過晒所有可以試嘅治療方法。佢每日煮5餐飯俾佢食，榨豆漿俾佢飲，只要佢肯食多一啖，佢就覺得呢個命盤仲有轉機，就覺得仲有希望。佢話只要有一線希望，佢就絕對唔會放棄。嗰段時間佢承受嘅重量冇人睇得見，只有一個極之痛心嘅細節俾記者影到，就係鐘楚紅嘅頭頂開始甩頭髮。嗰種唔係因為歲月嘅少少甩頭髮，係嗰種因為長期處於極度焦慮之中，身體承受唔住因果重壓先會出現嘅甩頭髮。佢將所有嘅力氣、所有嘅命氣都用嚟守住嗰個人。但係各位老友記，有啲事你去睇下呢個世間嘅規律，
真係唔係你用力就可以留得住㗎。生死簿上面記低嘅時辰，邊個都走唔甩。2007年8月24日，喺本地最高級嘅私家醫院，朱家鼎始終都喺走咗中年53歲16年嘅神仙眷侶，就咁畫上咗句號。臨走之前，佢用已經瘦到得返皮包骨嘅手，緊緊捉住鍾楚紅對手。佢喺生命嘅最後時刻，冇講其他嘢，只係留低咗4個字。嗰4個字就係你要堅強，就係呢4個字，嗰個係佢留俾佢嘅最後一句說話。呢4個字亦都成為咗鍾楚紅下半世抵謝所有無常同埋孤獨嘅護身符。喪禮嗰日，周潤發兩公婆第一時間趕到幫手打點一切。鍾楚紅一身黑衫，戴住太陽眼鏡，當無數嘅閃光燈對住佢嘅時候，佢不知所措，手入面拎住手巾仔，不停咁抹眼淚。嗰次係佢喪夫之後第一次出現喺鏡頭前面。後來周潤發將佢攬入懷中，佢喺佢懷抱入面崩潰咁喊咗出嚟，冇對白，冇解釋，只有一個擁抱。但係在場嘅所有人都知道，嗰個擁抱入面裝住幾多年嘅情節，裝住幾多佢一個人根本頂唔順嘅命運重量。天道收完咗呢段姻緣嘅數，留低鍾楚紅一個人面對住漫漫長夜。接落嚟嘅日子，佢應該點樣捱過呢個刺骨嘅寒冬呢？你去睇下呢個世間嘅規律，一旦命局入面最重嘅嗰條擎天柱倒塌咗，人嘅氣場係會瞬間崩潰嘅。喪禮之後，鍾楚紅足足4個月着住喪服唔肯換，整個人瘦到好似一道影子咁，每日都要靠安眠藥先至可以瞓得着，一合埋眼就係可怕嘅發夢。好幾年佢都行唔出嗰個巨大嘅情感黑洞。嗰段時間佢幾乎將自己死死咁困喺屋企，唔出門口，唔見人，亦都唔聽電話。喺告別儀式上面，鍾楚紅死頂住一口氣講咗一段說話。佢話：你俾咗我人生最精彩嘅20年，令我認識到人生嘅真善美。最寶貴嘅係我曾經擁有你，直到永遠。大家試下諗下，當年嗰個寫低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呢句說話嘅人，如今用自己嘅離開，令到呢句預言有咗最沉重、最痛鐵心扉嘅重量。朱家鼎走咗之後，外界都喺度食花生，冷眼旁觀，等住睇一個無兒無女、獨居多年嘅女人接落嚟嘅日子究竟會點樣過。有人話佢一定頂唔順，有人話佢一定會再嫁，仲有人話朱家鼎走咗，鍾楚紅就乜嘢都唔係啦。但係冇人知嗰段日子佢到底有幾痛。後來佢喺一次訪問入面透露，喺最絕望、業力反噬最重嘅時候，一啲危險嘅念頭唔止一次咁閃過佢嘅腦海。佢諗過就咁樣一了百了算數，但係佢冇咁做。係乜嘢擋住咗呢啲致命嘅業力牽扯？就係朱家鼎臨終前留低嘅嗰4個字：你要堅強。呢4個字成為咗佢命盤入面最後嘅定海神針。佢一直記住朱家鼎講呢句話嘅時候，係用點樣嘅眼神望住佢嘅。佢同自己講，絕對唔可以令佢失望。班老友知道佢嘅狀態，靜靜雞咁輪流陪住佢。周潤發每逢星期都會固定約佢去行山。各位，呢個喺風水入面叫乜嘢啊？呢個叫做借天地山川嘅陽氣嚟破除心入面嘅陰霾。周潤發唔係去開解佢，亦都唔係去勸佢諗開啲，就係單純咁行山。兩個人行喺山路上面，傾下花草，傾下天氣，傾下今日山上嘅風景有幾靚。就係咁樣借住大自然生生不息嘅氣場，慢慢咁將佢心入面嗰個窿一點一點填翻滿。呢一捱就係差唔多4年嘅時間，佢先至終於慢慢咁將自己由森林入面執翻起身。天道收走咗佢嘅摯愛，但係就冇摧毀到佢嘅靈魂。好多人以為行得出嚟嘅標誌係重新開始新嘅感情，但係佢冇用再婚嚟填補嗰個命理上面嘅空缺。後來有記者問佢點解唔考慮再嫁，
大家估下佢點樣講？佢話唔係因為承諾，係因為愛情仲喺度，係我自己心入面嘅感覺。又有人問佢，一個人過，你唔覺得寂寞咩？佢講咗一句境界極高嘅說話，佢話我唔係享受孤獨，我係享受獨處。各位老友記，孤獨同埋獨處，表面上睇只係差咗一兩個字，但係喺修行嘅境界入面就差咗足足一個世界。孤獨係被逼嘅，係心入面空咗一個窿，點樣填都填唔滿；而獨處係選擇嘅，係清醒嘅，係你知道自己要啲乜嘢，然後將生活過成自己想要嘅模樣。鍾楚紅選擇咗後者，佢冇喺失去摯愛之後用其他嘅名利或者感情嚟麻醉自己，而係清清白白咁接住咗天道俾佢嘅呢份孤寡之命，佢嘅呢份清醒，為佢下半世嘅靈魂救終埋低咗最深嘅一筆伏線。佢話佢唔係享受孤獨，而係喺度享受獨處。呢句絕對唔係一句自我安慰嘅靚話。大家試下諗下，當一個人嘅心入面裝滿咗另外一個人嘅氣場，佢行到去邊度都唔可能係空多波嘅。朱家鼎生前係一個資深嘅影相發燒友，最中意用鏡頭捕捉呢個世界嘅奇妙光影。佢走咗之後，鍾楚紅做咗一個令人無比感動嘅決定。佢孭起咗亡夫生前最中意嘅嗰部相機，一個人踏上咗漫長嘅旅途。佢去咗冰天雪地嘅極地，又飛到去荒蕪狂野嘅大草原。人哋去旅行係為咗散心，不過各位老友記知唔知佢係點樣講㗎？佢話呢啲係替佢去睇佢未睇過嘅風景。大家聽到呢句說話係乜嘢感覺？呢個喺命理上叫做陰陽感應，願力流轉。佢根本就冇將亡夫忘記，而係將佢化作咗心底嘅一束光，帶喺身邊，帶去咗呢個世界上佢趕唔切去嘅每一個地方。仲有一件極之不可思議嘅事，大家去翻睇佢後來嘅相，佢嘅手腕上面始終戴住一串佛珠手串。嗰串手串係1991年婚禮嗰日，朱家鼎親手為佢戴上嘅。30幾年啦，足足30幾年，斗轉星移，大運交替，但係佢從來都冇除低過。有記者實在忍唔住走去問佢：你而家真係覺得幸福咩？佢對住鏡頭，雖然眼角已經有咗歲月嘅火車軌，但係佢嘅眼神就亮到令人根本移唔開視線。佢平靜又堅定咁話：我嘅幸福唔需要向任何人證明。唔單止係咁，由於佢心入面嘅執念同埋情意太深，甚至突破咗陰陽嘅界限。佢透露自己到而家依然會發夢見到朱家鼎嚟揾佢，兩個人喺夢入面有傾有講，閒話家常。有一次，佢好想去一個地方旅行，心入面就心大心細，唔知去唔去好。結果嗰晚，朱家鼎就喺夢入面嚟揾佢啦。醒咗之後，佢話：我知道佢係喺度鼓勵我去。各位，呢個世間有一種愛，真係唔係用時間嚟計算嘅，唔係我愛咗你幾多年，唔係我為你付出咗啲乜嘢，而係佢走咗之後，你每一日醒嚟，心入面仲有佢，對眼入面仲有佢。鍾楚紅用佢呢一生，等我哋真真切切咁睇見咗穿透生死嘅愛究竟係乜嘢模樣。就喺朱家鼎走咗2年之後，佢又做咗一件令所有人都估唔到嘅事，佢去咗受洗，成為咗一名天主教徒。大家要知道，改變信仰喺命理上面意味住靈魂磁場嘅徹底重塑。佢點解要咁樣做呢？佢話：我喺度諗，將來去到天堂可以同佢重聚。各位，呢個係一個幾咁痴情又幾咁通透嘅女人啊！佢唔單止喺今生守住佢，連死後嘅歸宿，連來世嘅緣分，佢都已經提前用願力鋪好咗條路。後來佢將呢種個人嘅悲心升華成對成個世界嘅善業，佢將自己嘅時間交俾呢個世界，全身心咁投身環保。而且各位，佢做呢啲嘢絕對唔係為咗喺鏡頭前面曝光，唔係為咗立乜嘢人設形象，佢係真係在乎呢片土地嘅因果循環。佢
佢被委任做環保組織嘅社區活動統籌。後來，本地唯一一個回收紙包飲品盒嘅機構面臨執笠嘅危機，佢親自走去廠房參觀，大聲呼籲政府為環保多出一分力。佢甚至夠膽公開反對大型填海工程，直言不能咁話嗰個係有違天意嘅工程，會令到呢個城市獨特嘅面貌消失。佢做呢啲事從來都唔使俾錢請人替佢宣傳，因為佢根本唔需要。佢係用緊厚德載物嘅心喺度為呢個世間積聚福報。講到呢度，我想問大家一個極之深刻嘅問題：鍾楚紅呢一生從來都冇拉染過任何人，喺感情上潔身自愛，對朋友有情有義，對呢個世界更加係善意滿滿。但係佢偏偏痛失摯愛，晚年孤獨，一個人硬生生咁行過咁長嘅歲月。難道好人真係冇好報咩？相信好多人嘅心入面都曾經有過咁樣嘅疑問。你身邊係咪亦都有咁樣嘅人，善良咗一世，但係偏偏要承受最重嘅苦呢？如果用世俗嘅眼光嚟睇，呢個確實係唔公平嘅。但係佛家俾咗我哋一個更深更宏大嘅因果視覺。佛家講欲知前世因，今生受這事；欲知來世果，今生作這事。呢句話係成個三世因果業力流轉最核心嘅天道鐵律。你今生受嘅一切苦也好，樂也好，得也好，失也好，都唔係無端端憑空跌落嚟嘅，嗰個係前世種落嘅，因今生嚟受嘅果。大家千祈要記住，呢個唔係天道喺度天罰你，呢個係喺度還債，呢個唔係老天爺唔公平，呢個係因果喺度流轉。所以你去睇下鍾楚紅今生受嘅苦，唔係因為佢做錯咗啲乜嘢，嗰個係前世嘅，因今生再還。而最令人敬佩嘅係，佢將呢筆宿命嘅債還得咁乾淨、咁完整、咁無怨無悔。佢冇用喪夫嘅痛苦去怨恨任何人，冇用漫長嘅孤獨去逃避任何事，更加冇用最終嘅失去否定嗰16年嘅美好回憶。佢只係咬緊牙關，將呢一生天道計俾佢嘅數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家話菩薩為因，眾生為果。普通人往往只能夠睇到嗰個表面嘅果，睇到佢晚年孤獨，睇到佢痛失摯愛，睇到佢當年冇攞到最高嘅影后獎項。但係真正有大智慧嘅人，睇嘅係佢種落嘅因。佢呢一生種落嘅每一粒善意，每一份心情，每一個清醒至極嘅選擇，天道嘅賬簿上面從來都冇漏記過一筆。各位講到呢度，好多人可能會感啲鍾楚紅晚年嘅孤獨係一種無法彌補嘅遺憾。但係大家試下諗下，真正悟透咗已經圓寂嘅人係點樣對待呢啲流年歲月嘅呢？嗰個曾經被稱為東方瑪麗蓮夢露嘅絕代佳人，如今已經66歲啦。面對歲月嘅流逝，佢係點樣做㗎？佢果斷拒絕咗所有嘅醫學美容，拒絕咗相片修圖。喺拍廣告嘅時候，佢甚至主動要求喺合約入面加一條極之罕見嘅條款，禁止用人工智能修飾佢塊面。有人問佢點解連少少瑕疵都唔肯遮掩下，佢平靜咁話：人始終都係要老嘅。各位老友記，嗰種從容唔係因為佢唔在乎，而係佢真係接受咗。佢接受自己會老，接受歲月必定會喺面上留低命理嘅痕跡，接受呢個就係生命本來嘅模樣。呢個就應咗易經坤卦入面嘅一句至理名言：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從來都唔講嘢，但係就默默承載住世間嘅萬事萬物。鍾楚紅呢一生就係咁樣，佢冇講過幾多豪言壯語，冇高調咁宣佈過任何事，但係佢用自己嘅方式將骨子入面嘅義，將心底嘅情，將對世間嘅善，將唔隨波逐流嘅清醒，一層一層厚厚咁積累喺嗰度。而家嘅佢成日都係素顏出街，剪一頭乾脆利落嘅短頭髮。就喺冇幾耐之前，有人喺鬧市街頭撞到佢，佢行入一間細鋪頭，主動同每一個店員打招呼，同佢哋講：你哋忙你哋嘅，
唔使理我，等我自己行下。途人認得出佢小心翼翼咁問可唔可以合照，佢好爽快咁答應咗，仲好關心咁問對方：你係咪喺呢度打工啊？代我問候你爸爸媽媽好。個途人後嚟喺網上寫翻，好感動咁同佢講請千祈要幸福。佢笑住答：我會㗎，你都係啊！大家去睇下，呢個就係鐘楚紅，佢唔係銀幕上面風情萬種嘅紅姑，唔係嗰個令成個時代都為佢瘋狂嘅頂流女星，佢就係一個素顏行喺街上會問候陌生人父母嘅普通女人。你知唔知佢平時仲會做啲乜嘢啊？佢會自己一個人去戲院睇早場電影，唔帶朋友，唔帶助手，唔帶任何人，就佢一個人買一張飛，安安靜靜咁坐喺嗰個黑暗嘅角落度睇人哋嘅故事。嗰個曾經行過本地電影黃金時代最璀璨舞台嘅女人，如今坐喺嗰度享受緊一種好多人呢一世都活唔出嚟嘅自在。有人曾經問過佢回首呢一生有冇後悔過？有冇後悔喺最紅嘅時候靜靜雞息影？有冇後悔冇為自己嘅事業再搏多一鋪？有冇後悔選擇咗嗰段唔好留低兒女俾佢嘅婚姻？佢諗咗一下，講出咗一句充滿命理大智慧嘅說話。佢話：我知道自己咩年紀就做咩事情。呢句話佢其實講咗唔止一次。各位，呢句話講起嚟容易，但係你去睇下呢個空塵入面苦苦掙扎嘅芸芸眾生，有幾多個人真係做得到呢？你真係知唔知自己而家係咩年紀啊？你真係知唔知自己呢個流年大運入面最應該做啲乜嘢事啊？定係話你一直都喺度盲目咁忙碌，忙到忘記咗問下自己嘅靈魂，呢一切到底係為咗啲乜嘢？鐘楚紅用佢呢跌宕起伏嘅一生，向我哋所有人示範咗一件事，嗰個就係一個人完全可以唔按照任何人夾硬加上去嘅劇本去生活，可以喺名利最鼎盛嘅時候果斷離開，可以喺所有人都覺得唔合襯嘅時候勇敢下嫁，可以喺失去最愛之後唔用世俗嘅再婚嚟填補空缺，唔用名利嚟麻醉傷痛，就係咁樣一個人將清冷嘅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今日嘅故事講到最後，其實講嘅一早就唔係鐘楚紅一個人啦。呢個係我哋在座嘅每一個老友記喺呢一生入面始終都要面對嘅靈魂拷問。大家試下諗下，你呢一生有冇真正愛過一個人？唔係因為中意，唔係因為習慣，更加唔係因為寂寞，而係真正嘅愛。愛到願意喺佢最需要嘅時候退到佢身後，愛到喺佢走咗之後替佢睇佢趕唔切睇嘅風景，愛到將佢嘅信物戴喺手上面30幾年，從來都冇除低過。你呢一生有冇喺最痛、業力最重嘅時候選擇繼續行落去？唔係因為睇開咗，亦都唔係因為諗通咗，只係因為嗰個人講咗4個字：你要堅強。然後你就真係咬緊牙關頂咗落去。你呢一生有冇喺誘惑最大、壓力最重，所有人都覺得你應該妥協嘅時候，死死咁守住過自己？佛家話，人呢一生係嚟還債嘅，同時亦都係嚟種因嘅。你還咗啲乜嘢債，你種咗啲乜嘢因，呢個直接決定咗你下一世嘅命局會係乜嘢模樣。鐘楚紅呢一生將應該還嘅債還得清清楚楚，將應該種嘅善種得厚厚實實。天道嘅賬簿從來都唔會漏算1分1毫，佢嘅善果一定喺來世等住佢，而佢同朱家鼎或者真係會喺天堂嗰個冇病痛嘅地方再次重聚。行完鐘楚紅呢一生嘅因果故事，我想用佢自己講過嘅一句說話嚟作為今日嘅結尾。佢話：曾經擁有呢段婚姻已經好完美，有邊個比佢更好呢？佢俾我嘅已經足夠我一生受用。各位老友記，你呢一生有冇一件事、一個人、一段時光，可以令你喺晚年嘅時候從容咁講出咁樣一句說話？如果有，請你好好珍惜。
如果仲未有，咁就請你繼續踏踏實實咁行落去，因為你永遠唔知道命運會喺邊一個轉角令你撞到嗰個改變你一生氣場嘅人。就好似當年嗰個19歲嘅落選女仔行出電視台嘅大門，一頭撞上咗劉松仁，然後成個命盤就完全唔同晒。請你相信，天道從來都唔會辜負一個真心種善嘅人，而你亦都係一樣。